市午间剧场，难忘风雨情。牵拖哦，甲所有人拢拖入行啊！哎哟，你俩这是啥物人啊？王永庆啊！迄条链啊，上无一两重呢，也毋算看嘛，你也卖几百碗面才卖2万块啊！我唔管啦，今仔我就要迄条破链找甲着。你甲我动下！我不准你去调查，叫我到房间。听无？等房间啦，行啦！我不来啊！你狗疯啊！哎，狗！你小查某，你甲我家己啊！你干嘛我？两个狗！天哥啊，阿春啊，若要超，都可以伫来超啦。妈，我今仔日有入去因房间啦。妈，这声你无话通好讲啊吼！你甲我讲下，我甲你警告，你若真是假入去俺房间超啊，你就莫怪我对你无客气。哎，阿春啊！阿春啊！阿春嘞！明知这是一出好戏，一出演袂落去的戏，明明知影难为麻烦。妈，是的啦，互你受这么大的委屈。明知这是一条蛇路，一条袂当回头的路。你出去啊！你给我死出去！你死出去！走呀！阿春啊！既然你会遐小心无要紧，规这间厝拢留互你啦，明仔载我带小妈离开家。阿春啊，你嘛较拜托的，迄李慧英母仔囝就已经有够可怜啦，你看真自卑哦，莫安尼不时甲伊玩弄好无？我玩弄伊，对啊，你嘛有是听迄个乌巴桑家己承认讲伊有走我的房间，你去讲我玩弄伊。阿姆袂伫个房间，一定有伊正当的理由啊！我嘛敢保证讲，阿姆绝对毋是迄种人啊！那你为金婆咧拍伊是咩解释啊？无安尼啦，明仔载我再较早转来替你斗找啊。金华莲啊，伫咧厝内绝对袂无去的。
春啊，有当阵啊，你的脾气吼，嘛爱小改者。我等小宝大汉时阵，看到因老母是这款样哦，是会惊着呢。等迄两个查某搬出去哦，我脾气就随改好啦。我问你哦，迄美惠甲会讲过要搬出去的代志，有无啊？你讲啊！你甲伊也无亲无情，敢讲想要一世人对咱兜唔走？哎，话莫讲到遐尼歹听的用是袂？你就知影讲美惠即摆情形哦，根本就无适合搬出去住嘛。你在讲啥？美惠这算情形？你甲我讲好清楚。无嘛。你后天走，你是有啥物代志阮问我？无啦。你创啥？哎呦！变大甲你讲话。你搞起来，你有听我？你搞起来！你搞！哎呦，阿春啊，你到底是创啥人去？吼，真有够烦的咧，你这烦啊啦！美惠啊，人又搁无爽快啊？来啦，你食茶一下。多谢。美惠啊，你安尼不时咧吐吼，嘛毋是办法啊。明仔载我陪你去看医生好无？唔免啦，实在做歹势，害你搁大嫂冤家。你莫插伊啦，恁大嫂吼，厝本就即落个性，不时啊怀疑这怀疑迄，我早就惯势。我是甲我妈搬出来大好啦。我有答应。天座，你听我讲。你啥物拢免讲，美惠啊，假使你若有甲我当作是你的大兄，你就爱听我的，安心要在遮住落来，好好照顾你家己甲翁的健康。啊，毋过大嫂伊以后的代志，你做你免烦恼，阿兄会替你安排，吼。阿爸，你放心啦，昨暗我已经计算过，只要天父吼伫月底以前加期交互咱，我保证会当互工厂的员工伫1礼拜以内就开始生产，安尼咱手上的订单出货就无问题啊。明惠啊，这边是你家再甲阿爸斗下手，啊若无阿爸食到这岁啊远，那个学的新技术根本就无可能的代志。我想讲，搁今年尔吼，这银行的钱啊还了后啊，我这工手来放互你去干，啊我甲恁妈妈来遐你受一个称呼，哈。美惠啊，我有做重要代志要跟你讲，对我行。哎，我美惠啊，咱约束的时间这袂赴啊。好啦，天总兄，我甲我老爸要去开一个真重要的会议，啊无安尼你先转去，我无闲线我再去找你好唔好？袂用的啦，今仔日你一定要好好食答复啊！你对美惠啊到底？天总兄，阿爸，无你先去车顶等我一下好唔？时间袂赴啊啦，时间啦。5分钟啦，我5分钟我随来。好啦好啦，较紧的呢。会啦。啊，你是要带我去对啦？去倒？去看美惠啊？你为即摆人对底？住阮兜啊，也毋好家再有我这做大兄甲照顾，啊若无伊之声，毋就虚咧咧啊。哎，你也毋紧行，紧行啦！哎呀，我无迄个面去见伊啦。原来你也知影讲是你家己毋对吼，我坦白甲你讲啦，本正我是顺便讲，你若互我见着，喙边我随甲你说。不过既然你已经知影是你毋对吼，我也袂甲你计较遐尼济啊。你若有啥物话吼，当面去甲美惠讲，行？你是安怎也毋行啊？我即摆袂用去见伊。即摆袂用去见，啊无你是要等到当时才要去见啊？敢讲你正到要等到时候袂收煞的时阵再去见伊哦？我有重要的代志爱去处理啦。你天助兄，我知影伫你的心内，你一定感觉我做软正，做无负责任。但是我有我的苦衷伫的，请你替我去甲美惠讲一声，我真实的，伫伊上需要我的时阵，我袂当在伊身躯边甲照顾。伊若是袂当原谅我嘛无话通讲。
请伊好好保重家己家己。将来我会当面向伊解释所有的代志。真是的。张阿明辉啊，你到底是不是查某囝哈？明辉啊，我甲你是讲煞话啦，时间在白付啊呢。好啊啦，我随来啦。天座兄，真是的，我真是爱来走啊。我不准你走。不管安怎，今仔日你一定要带我去见美惠。啊，若无啊，我绝对对你无客气。打你是好还袂啦？我都甲你讲过，我即摆袂用去见，请你莫逼我好唔好？我逼你，我都逼你啊！你是要安怎？我逼你，你要安怎？你是想要安怎？你是会手煞袂啦？这是我甲美惠的代志呢，甲你什么关系？我的代志伤济啊！我管伤济，我刚刚要管啊！这真的，你莫想讲你穿西装、干内裤带，你就比人较高贵啊！美惠啊，会爱着你吼，实在是有够衰的。迄是我家的代志啦，甲你什么关系？啊，恁母较好咧，你实在有够唔正经哦！你凭什么骂人？妈的！啊，你欠人补啦你！总裁，你来过？阿妹咧，迄个老狗啊，伫商业场甲人搬了遮尔侪年，往往是准时出名的呢。即马就9点半还毋出现，你看是毋是暗示无爱甲咱做生意？对你放心，因一定会来的。我爱你看的资料，你有啥来着？有，来，遮，这就是迄个老狗。去甲银行借钱的资料，还佫有工厂的股东名册。好啊，你会当去看。嘿，明辉啊，我实做老无呢，啊你交歹款人变袂输老盘，啊来拍甲你，等下是咱哪敢来讲生意啦？嘿，我话你真遐紧是要创啥啦？我甲你讲啦，咱着规矩安尼啦，我小等下带你来有先生看啦。啊！你规划报告咧，传你叫咱顺利休困。啊，是较晚的时阵，我拍一个天户，再甲回一下，安尼好无？阿爸，我无要紧啦。我杨伟啊，你是谁啊？杨伟啊！有秘书。我有秘书。哎，我恁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看你看路哩咯，啊人发现无好误会啊，啊才较慢来，啊我来拜托你啊，好啦，无你搁坐起啦，我来看总裁，即马是毋是有时间甲恁见面？哦，拜托。拜托好。总裁，因来啊是？你去甲因讲，我即马真无闲。假使伊若想要做即批生意，叫因下晝较早来。是。还佫有联络其他的股东，问看卖咧，爱要增持的股权，需要无？啥物总裁？你要买庄氏的股权？嘿，伊迄间公司都还袂就市你买遐股权，一点仔经济效益都无呢。你只要我的话做就是。啊，毋过你也会记，无论有偌困难，付出偌济代价，拢爱家买转来。我互你3工的时间去完成这件事。对啦，张明辉拄则敢若有讲冤家相拍。你讲的拢是真实的。当然嘛是真实啊！伊的面啊，还佫乌齿硬血咧，喙角佫流血。总裁，你也是空来食薰。以即摆你的身体状况，根本就无适合食薰。你是讲管了是毋是？但是，还佫
有啥物代志？你说我有严重无？较紧嘞，较紧嘞，足疼嘞。小林来坐啦，就好啊啦。足疼的。哎呀，哦，想袂到迄臭小囝，迄力头遮尔饱，哎呦，足疼的。你毋是讲你去学倒摆弄着，哪会阁？你是甲人相拍哦？是啦。哎呦，你哪会去甲人相拍咧？已经是做老爸的人，阁遮尔啊冲动，万一若出代志哦，你叫大嫂甲小宝是要安怎咧？哦，你叫是我食饱受鱼，爱甲人相拍，拢嘛是为着你啊。为着我？你为着我甲人相拍，是安怎讲的？你讲啊，你是甲谁相拍？讲啦，你是甲谁相拍啦？啊，讲就讲吧，还讲有啥啦？就是曾明辉迄臭小囝。你甲明辉相拍，你是安怎拄着的？是毋是你瞒我去找伊？是毋是安尼？你讲啊！你毋是讲过，你不爱将这件代志甲别人讲，你哪会去找伊？你哪会欺骗我啦？明辉啊，你莫生气啊！我是不忍心看你腹肚内囡仔生落来无老爸，我毋知会走去找迄曾明辉迄臭小囝。想袂到伊除了回去咧以外，啥物反应拢无。当然我叫伊来遮甲你见一下面者，当面讲清楚，看你以后是要安怎，伊都是毋肯来啦。明辉毋去见我。李辉啊，你毋好哭啊！我知影拢是我毋好，我无应该出手甲拍。也毋过伊当初我是来做受气的。无安尼啦，你踮遮等啦，我过来去找伊。这个就准爱我跪落来求伊，我嘛会甲伊杀来遮见你啦。天作啊！你就是要我去总转落去，你若敢搁去找伊哦，我就死在你的面头前。你啊你，好啦好啦好啦，既然你来到遮尔坚持，我答应你啊，以后我莫搁去找伊，唔就好啊。我是想讲，要甲你请一个假，我要去办一寡代志。你要出去哦？你是毋是要去看医生？好啊好啊好啊，你紧去，遮我顾就好啊吼。对对对对，这3千块吼，你紧走，一定爱会记哦。叫医生加开一寡补身体的药仔互你。你看，有心的人，若无大考验，顶多比较早加少消散落歹呢。我毋是要去看医生啊，我是想讲去附近看卖，看有人帮你要出走无？你要搬出去住哦？哎呦，美惠啊！哎，我甲你讲几摆啦，亚准的你莫甲伊信倒啊！你若搁加到对阿姆安尼无礼貌，我就算我绝对要好好甲教死啊！洗目睭毋捌看过这种查某，遮尔无道量。好，我规个面子哦，拢伊写了了。天作啊，你真若毋通怪大嫂啦。我本来就是想讲过2个月就甲我妈妈搬出去住，只不过即马是将计划提早。也毋过你身体遮尔虚弱，我哪放心你搬出去住啊？搁再讲，你阿姆嘛需要你家照顾啊，啊你干那一个人尔，啊啥物代志拢爱你无闲，我要哪会放心咧？天作，多谢你，我知影你关心我，也毋过，搁过几个月啊，我会巴肚一天一天大起来，到时阵，大嫂是会安怎想？我知影你关心我，也毋过，搁过几个月啊，我会巴肚一天一天大起来，到时阵，大嫂是会安怎想？你放心，这个囡仔是我唯一的依靠，为着伊，我一定会坚强的活下来。美惠啊，拢是我对不住你，我你是个人受遐尼侪委屈，我拢无法度甲你斗相共啥物货。我是做怨叹，我哪会遐尼无路用啦？
你千万唔通安尼讲哦。有你伫我的身躯边支持我，已经是我上大的安慰啊。既然你都安尼讲啊，我也无啥物话通好讲啊。明仔我钱在你身边，啊明仔载吼，我搁加种一寡钱，互你搬厝通用哈。多谢你，那呢，我先来去啊。谢你哈。大嫂，你什么时阵来的？你多会啊！快给我回你！孙子，哎呦！你来了，你往背后回来！你这样搞什么你为啊？你为怎互上做啊？啊，孙啊，你是咧起笑是？无缘无故走来遮打你为做啥？我不要紧，大嫂，你真是误会啊！我甲天祖也是亲表的。啊，你为啊？我才怕你唔敢信是？是了的，你就是只有靠嫁你啊你啊！到最想要带我妹母的，你讲啊！我跟你这傻当娘，你的背心，刚刚这后面就都来出来那种，今晚更加要背到我心。你讲啊！你讲我是我是咩啊？做是咩啊？做来讲啊！阿春啊，你到底是咧后面讲啥？李慧啊，李慧，李慧啊，你真心啊，李慧。天总，你甲我闪啊！我甲你警告，卡输李慧闹伤，啥物三顿顿地，你后面想要换？明知这是一出苦戏，一出演袂落去的戏。明明知影咱有的马虎，偏偏不愿意。明知这